有只树气，佢行业如果下来，就都个这个力量呢，就都个动都个长起来个太都缩太起来，又开始了行到太祖山、少祖山、到父母山，较旺，较等你当孙，当孙，佢就会结一只血，都个一只谢点，OK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哋维基百科。我是职业先生齐德恩。上班呢有讲到了语言的基础，从太极开始呢，到八卦，有讲到五行，有讲到阴阳。今日呢，最主要就是语言发展到了，迄个物价呢，老环境对人家都人员，迄个人有乜个关系冇？今日就最主要就来了。上了就课，同样今日也有3位学员呢，同学呢，从佢来研究，你哋嚟請3位同學嚟自我介紹一下，好冇？先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莊家基。先生好，大家好，我係姜子穎。今日東方系嚟同你一篇上落先生嘅課。先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陳冠。風水看好，本人心情較好。你今日就開始來上課咯。先問大家，你哋屋企裝備咧都有對咧，你風水有特別有興趣嘅冇？有啊，我爸伊特把掛子嘅轉移嘅時節，伊會太地方有老外講做強龍有拍負暗用人嘅觀念啦，嘅爸爸本來嘅就係想法。那迄就看過個戲說台灣啊，地方度就講乜個龍穴啊，乜個穴位啊，我試睇下人，我點來會病，點來會較好安樣。講到了強龍拍負咧，前朱雀後玄武咧。你喺古時代係一隻行軍家，軍隊都嘅行，而東昂指揮嘅人呢，就用強龍旗、拍負旗、朱雀旗、後玄武旗來帶入邊嘅。那邊愛先行就用鼓嘅來指揮了的所以呢，一切沿用到厲害呢。那龍血嘅問題呢，就講你親主要啊。迄個物誒，從古到厲害呢，就從古家下就講用嚟撇面，那條野獸呢、野獸呢，或是風啊，也係水呢，用嚟用嚟撇面本樹咧條那條在開呢，木到侵犯到本身咧物價咧成員，咧物價人，一直到厲害呢都。變到講，我迄個物誒，用嘅情形，你進化到我用嘅情形，你只知道對我事業還有發展，對我物價嘅人呢，佢會健康，你就變到一隻進化啦。喺現場做啲太地方老人都解釋一下，就係風水啊，對以前頭擺人嘅觀念啊，係有哪位較重視嘅？從事家而家講呀，龍血的問題也實在也大家就當從事但係龍血，但係要尋找龍血是太主要冇按改一隻山龍咧，都太祖山開始行龍下來，所謂行龍就係山脈山脈都可以行，都行龍。台灣中國人咧，也行龍就像人哋龍脈就像人哋身體一樣嘅，河壩咧水曲咧，就等於人哋就個血管啊、血脈咧都會行。所以呢，啲行龍連樹咧都唔生一個龍啊，變到人哋死龍，那偏龍、樹氣，佢行業如果下來，這個力量咧就都會動都會長起來，個太都縮太起來，又開始就行到太祖山、少祖山。到父母山較旺，較等你當孫，佢就會結一隻血，都嘅一隻血點，都嘅。所以呢個龍脈咧，就當重要，當健康嘅龍，真有辦法當一隻
加一只凉血，对不对？当然，这凉血，甲讲也唔免咁简单。那凉血呢，一定有一只证来证明俩确实係一只凉血，哦，那凉血很用的证明，當到甲講咧負殺，涼殺負殺，來證明那有冇，水用嚟行。前面呢主曲房呢有山的冇，喺萬山來朝拜，你迄個物嘅都咧朝山呢，東昂有隻空梯，有前面堂、後面堂，咧就當到嘅問題前有灶，後有靠，頭前有水渠嘛，有水渠就係等於你水嘛，山表示你電，有網嘛，就變到完全就看了就咁樣。古說以前我哋屋卡嘅講堂伊頭前嘅有一隻半月池，佢就係用嘅風水觀念，因為佢用成啊，就想奇怪，用嘅講堂頭前地方有一隻嘅。像你池子暗涌人啊，就挺欣賞暗涌人講嘅本嘅暗涌人運轉嘅方式，暗涌人生生不息暗涌人。落實嘅物啊，落實體啊，讓就有較發所以佢變到講較有發展那個空間啊當然，你看做得講嘅較有發展嘅人嘅物嘅咧，三合院嚟的，佢頭前就會有一隻葉梅池，葉梅池。但係葉梅池是只本一隻垂簾，唔會炒前有灶，後有靠，後邊一定有山咧，本一隻瓦殼，前面有一隻灶，有一隻水。但係呢水一定要錢哦，呢水係冇錢啊，啲啲屋卡都冇好同樣咧，後邊山咧一定要當蒼翠，水咧就要生嚟當好，當清脆了的，唔好講哎呦，迄崩落要是攤下來，對人哋啲加速就冇好了，就變到咁樣嘅情形，孫夢先生暗涌精闢嘅解釋，本來就聽了就會收穫良多暗涌先生，我想問一下，我想自家輕一點字眼啊，你哋要買風水相關的書和自家係親啊，你哋冇？講到了黑屋嘅了的書，對了的書嘅研究，對了環境的研究呢，國家就有寫到了的書，就本來都有一研究呢。但係呢，最主要就是像人哋上課曾講呢，只係中央從河圖洛書過來，前田八卦、後田八卦，再過來係陰陽中央有5行，組成一隻書本，你也有講過嘅，呢係一隻基礎。變到講也冇山也冇水了，太流，你做得比較講，你係一隻山；太路咧，你做得講，你係一條水。但是講山水做嚟做一隻比較咁樣，對你有利冇利，做嚟看呢度情形，就咁樣。其實我想強調一下，河圖啊，以及太地方迄物個典故，迄奈史都奈史，還有洛書咩從奈史都奈史記載暗涌嘅嘅資料啦。其實河圖洛書講奈良史啊，你是講遠古啦，遠古時代，你也唔係講你中國人當我編故事啊，當然初衷嘅迄物個，初衷嘅迄個點。上節呢有講到，16宮中啊，27同道，38為朋，49為有勁，50同土。那最主要呢係運用了先天八卦的就先天那個，這個運用，都後天八卦呢就變成講，帶9離異啦，左3右7啦，20為間，6 8為主，最主要這兩個結構係按樣，這樣嚟運用到嚟啲嘅木床嚟度樣嚟看咁樣。先生，嗰風水啊，以前都啲下就乜嘅改變，就乜嘅變化冇？
也有很多头摆呢，很多阴阳家。阴阳家。所谓阴阳家，当然也包含了当法的哈。阴阳阴，包括那啲叫阴测，即係這個墓園啊，係陰陽嘅情形，對呢啲叫後代人較好。當然最主要就變到講，要頭擺皇帝藏經地部也有講到，陰陽嘅很多潛到啲嘅龍血，借水而止，用很多長風聚氣，當然啦，下多啲書呢，當多各地門派各地山頭，當多下法，但係最主要係你做離唔開人哋山龍脈嘅啲山頭嘅看法，藏經都講到用嘅地方嚟造鎮，就講到啲嘅。古說佢規則嘅內容就係延續以前就係龍脈暗陽儀嘅一種嘅流派說法，到今也係演變同多種嘅可能各家無強嘅看法就錯嘅。係錯，唔係差，就最主要係你龍脈嘅都係行，係你做基礎。唔係咧龍脈唔係看得實。其他人都唔是熟的。當然咧，就讓山頭嘅看法，還有一種補充的方式，就用羅盤。羅盤。因為咧八卦咧羅盤呢，你知做得畫很多畫白煞，另外它可以納財。根據古說人上次人屋卡都會擺隻嘅八卦就錯嘅，佢做得動煞，又做得納財，又做得趨吉避凶。唔會差，你係記得有啲就好處。先生，我想問一下喺常常看到電視有個當面用個羅盤，個羅盤係用啊。又買個意思啊？呢羅盤啊，呢頭擺也都有用到不管呢厲害航空，就是講飛行機啊、也船的啊，全部都用到呢個羅盤。那頭擺呢，很多盲公主因為佢做得指頭用得行，尤其頭擺戰爭家就標一隻真的就那一隻方向都。天然啊，也係我去那個方向啊，佢全部一隻指示，那羅盤呢，最主要嘅個結構呢，較多嘅，陰陽呢，我變落去很多嘅東西，變落去天干地支進去，但是十天干地支戊己屬土，甲乙丙丁戊己土嘛，甲乙是木，甲乙係木，丙丁係屬火。戊己屬土，家人哋講戊時同土，所以戊己變我動熬，庚辛壬癸，跟住那同樣呢變我庚是屬刀嘛，屬金嘛，它是說放在西方這樣子那加上12個地支，同樣來變落去，變我哋八卦嘅羅盤地步，那四乙位呢？四乙位就變到標乜嘅呢？乾坤艮巽，所以你講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也就12地支再放進去了。至於剛剛講嘅呢，天干呢，同樣甲木開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壬癸水嘛，屬水，所以北方屬水嘛。那剛剛講的一個四乙位呢，乾坤艮巽乾對不對啊？都標我西北方，坤呢標我西南方，艮呢標我東北方，巽呢標我東南方。叫四乙位，叫40角，40角位，西藏位呢子午卯酉四正位，形成一個8個卦。當然八卦每一隻卦有3隻山，所以總共有24隻山。24隻山頭當然都比一個24個節氣嘛。
哦，它也有这个含义哎呀。好，一东昂呢有只填词，啊，底部有指针，哦，啊，指针是远远指哪里？被封啊，啊就指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形成组织一个8个那个罗盘。嗯，好，先生我想请教一下，嘅印度從到看到嘅羅盤啊，佢到底可以用辦而用，係唔係做得人哋就小記一下嘅用法？羅盤呢個用法呢，最主要係標羅盤下羅筋的地方，呢要當衝腰。下羅筋就係，呢都係講都vùng外呢，呢都太門係納氣的一個地方，呢都係下羅盤。好來看你vùng外對呢啲物嘅有乜嘅關係冇？係哪個方向來嘅關係？哦，都啲太門嘅特別係下羅盤。物度呢，呢做的前物佢物嘅動昂嚟下羅盤。那物嘅動昂，它把有多出來嘅地方啊，呢做的線對角線啊，嚟前出啲動昂嘅下羅盤。今日又帶到一羅盤呢，嚟幫大家嚟做一個說明哦。一羅盤呢，較複雜，因為咧係很多綜合盤，當到啦八載明鏡啦、紫白飛星啦、九星啦、山河盤啦、喬木都我哋個盤底部，所以咧就填詞啊，然後填詞呢，你愛都木面前呀中央都木度呀中央，而選歸零以後啊各派國家呢，以推背為係乜嘅，就喬木都咧羅盤底部嚟分析哎呀，那左向右向嚟講呢，向就是講那邊它廣嘅地方，也有太路嘅地方，就按到向嘅後邊呢按到左。先生，我問一下，所以講嘅羅盤吼，總得不下用哦，係冇？所謂講不可用係呀，意思係不可用，因為呢東西第10分加講各地門派、各地山頭、各個門派的符號都在這裡面，八卦符號也都在，好，甚至28個星宿全部都在地方，所以人家講做用到不可好唔好？我唔知係咩字講倆做得卦不可冇，係按樣嘅情形，因為呢八卦呢羅盤呢，你知道。都得畫很多畫擺煞，另外它可以納財，好多這些，所以平常情況，羅盤係用一到。哦，佢就估算人上次人物卡都會擺隻嘅八卦就錯嘅，佢做得動煞，又做得納財，又做得就像人嘅趨吉避凶。唉，唔會差，你幾啲有啲就好處，但係你要擺啲。去看房，我要搶到線上嘅，我拿微博。我哋就搶冇人可以講嘅，冇拿到人就標下的，還是一個商品。就做得標就好咧，錯啊。還是一個商品。當然啦，你講物價地步係有啲都現實啲都啊，發啲都現實咧。在皇帝在京地步也有講哦，太監的物有太監的物嘅看法，釋監物有釋監的物看法，但係。太極呢，有大到無限極的一些大太極，同樣的，它也小到無限小，所以化煞那個用的發到本人看唔實的，叫做很多較高幹啊，例如化煞有無形嘛，哦。先生，我想請教一下，就是個太門有冇對呢度嘅風水嘅位數啊，係同重要嘅。呢度就係有乜嘅地方要注意就錯嘅，做得讓我哋睇地方解釋一下嘛。在呢地理風水嚟講，門係呢隻家庭人員咧就存入嘅地方，也出所以也做得講就納氣口。這納氣口所謂的納氣，氣有分好嘅氣呀，唔好嘅氣哈，所以咧呢隻門就太門就非常嘅重要，啊。對面呢，剛剛都講你注意安到在乜個地方。頭前，你用啲你來是講，也有態度嚟的啊，但係做唔得到對面的物嘅上向減，向減呢，你一出門看到就老你隻面明燈呢，
哦，跟奶油嘛个试验奶油嘛个前途那我看未来就出来，就本人炸嘿或者炸所以叫做门堂重要呢。哦，面堂让大家讲有只前面有灶，还炒好，半月那是当火啊。好哈，面堂在古时代是来讲，迄只头拜人进朝，哦，来朝拜啊，来进宫就从拜奉梯，哎，了的官府了的，我的县府了的真理了的，个当重要的地方，炒吼，来进宫啊，了的乔木要经过了的面堂，所以了的面堂一天做一撇，做唔得有高高大大，好，了就一只重要的地方。讲下演到的呢，就看水曲。哦，水曲一天做唔得来翻强，哦，落来的水曲呢，你流出嘅水曲，一天有拍好嘅呀，也係鬼嘅呀，也係沙，都個撞人水口。所謂的龜蛇把水口，哦，喺當重要嘅地方，你講你去尋良血嘅都嚟講，係有呢度嚟有呢度神修嚟把呢度。撞那种水后，那地杯那山东一定有好为体力风水。先生，我想請問哦，嗰黑種啊、地杯度啊，我都看到真多嘅皮糖啊，啊，嗰啲老嘅風水就冇咁相關咯。比糖在呢啲客家莊嚟講，佔一當重要一個地方，因為客家莊呢最主要係呢。務農啊，係啲農作為主，耕種啊，所以比糖呢，本呢啲就無為也好，種菜也好，早作也食作也好，全部都愛用得到。當然，嗰種是愛開比糖家下呢，大部分都會很欣賞嚟看哈。你欣賞嚟看呢，就會注意到當多隻方向哈。主要講你家講嘅前面有灶嘛，都投錢來，做唔得不用後背哦，水比糖有比糖嘅味嘅，咁食材做得講本來就農作來用係，你話比糖對病人有乜嘅影響？係錯啊，係講你做一隻動態嘅一隻問題，係，所以你也做唔得。如果講他把講流年，他把運勢的問題，體理風水呢會講化，我老呢講，你家人對啲就腦部反應，對佢樣嘅來反應，會自私到講一個家庭，或者是也係個一個團體，會樣嘅自己，中央，中央大太極、小太極嘅問題，太極太細嘅問題，今日講除了咁多呢，我們希望都講呢啲電視頭前的觀眾朋友呢，也有一啲嘅收穫如潮哈。希望下一次過來收看呢啲維基百科，對大家的幫助挺多。希望大家也下次來收看呢個節目，什麼大家再見。